这件事情我一概不知，因为第一时间他直接先简讯我，对。说昨天新闻一出来，第一时间还先简讯你。对，所以是他先告诉我，公司再告诉我的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麻烦左边左下角啊，那个在互换，谢谢。什么叫做越美丽越看不见？就是好，就像你讲，很多东西是看得见的，但为什么越美丽越看不见？我觉得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。对，比如说内在。哦，个性、性格。我觉得那是唯一不变的事情，外在永远都会变。蛮有道理，这外在我们一直会有一些调整，不管是天然的或者是人工的，但是内在的那个美丽的东西，它可能是永远不被看见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越美丽的人越不会告诉大家她是美丽的。哦，好哇，真的很深刻，简单扼要。乃文的这个气质或他的气场或他的思路，就是这么独特，这也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。VCR。大家好，我是鲁清风，今天要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我心中的乃文。真实跟诚实是在他的音乐跟他的一切的表现都可以感觉出来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这么的爱他。尽管他听到这句话可能会做出就是恶心的表情，你明明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你有看见过我吗？有吗？果然看不见了，你看，因为两个太美丽了。那他们说你是知识家，就是生活常识你很喜欢钻研，牙齿怎么刷的白你很了解。你说吴青峰，他很爱演呢，他连访问都要演，每一句都演。他这两天心情不好，你放火力不要那么大啊！这个我们还是祝福他们好聚好散啊。我觉得他超开心啊，我是认真的。这件事情我一概不知，因为第一时间他直接先简讯我，对。说昨天新闻一出来，第一时间还先简讯你。对，所以是他先告诉我，公司再告诉我的。我们已经10几年没有联络。我真的应该是说，因为我已经真的很久没有跟林先生有任何联络，所以他跟清风的关系我根本不会知道。而且跟清风混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去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聊到工作吧，对啊，或者是那个方向的工作事务，